大家好，你們是否覺得生活有時太過艱難和疲憊？每天上班的路程像戰場，家裡與家人發生衝突，單調的日常讓內心乾渴。外表上你可能看起來沒事，但內心卻在腐爛，偷走了你的快樂與滿足。在列王紀下2:19-22中，耶利哥人對先知以利沙說：這城位置很好，但水質惡劣，毀壞莊稼，還導致流產。在希伯來語中，水 Mayim 象徵生命的源泉。當這源泉被污染時，他們的整個生活陷入混亂與死亡。就像壓力、焦慮和錯誤選擇讓我們的生活荒涼。聽到他們的訴苦，以利沙拿了一個新器皿，裝滿鹽，扔進水源。在聖經中，鹽防止腐敗，象徵神不變的應許；而新器皿希伯來語 Hadash 意味着純正的新開始。但淨化水的不是鹽，而是神的神蹟大能，恢復了生命。親愛的朋友，這故事預表了耶穌，他救我們脫離罪惡與咒詛。為了賜給我們真生命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並復活了。他說：凡口渴的，到我這裡來喝，並應許活水將從內心沖流。在耶穌裡，我們乾涸的心、破碎的關係和疲憊的靈魂都能結出豐盛的果實。如果你的生活感到乾涸沉重，讓耶穌成為你的鹽。沒有他，生活毫無成果地徘徊；有了他，你的心被潔淨，新的開始展開。工作壓力和衝突可以通過神的力量和耶穌的愛來克服。今天，信靠耶穌，邁出一步，你的危機可以綻放為機會。